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6日，用拿书2章9节安尼讲，总是我要用感恩的声最济献予你。谢我希愿，拯救是对上主来。三甲来祈祷，我要用感恩的声最济献予你。谢阮希愿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施行拯救的至高上帝，因为救恩是对你来的，主啊！亲像用那伫患难中对你的呼求。阮也要向你摆列阮求的祈祷，主啊，阮常常软弱，偏行己路，总是你有缘用疼来将阮挽回，用温暖将阮对深渊救出来。主啊，愿你的救恩临到这个地，临到你的百姓，互阮的家、阮的教会、阮的社会甲国家，拢经历你奇妙的拯救甲改变。主啊，虽然有济艰难临到，总是阮要用感恩的声最济献予你。谢阮希愿，因为拯救是对上主你来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